哥林多后书第9章，关系真济犹太信徒的事，我毋免搁写批予恁。我知恁甘心帮赞，我捌为着这项代志对马其顿人夸口讲，阿该亚的信徒伫旧年就准备变，恁的热心有感动因大部分的人。我有找几若个兄弟去恁遐，望恁照我所讲的准备变，才免我伫这项代志为着恁对人的夸口落空。若无，马其顿人若甲我去，看到恁无准备变，我会因为伤相信恁，煞真闹气，恁减袂搁较闹气。所以我想应该鼓励遐兄弟先去恁遐，叫恁前答应要捐献的钱先准备变。安尼我到位的时，恁拢准备变啊，表示恁的捐献毋是勉强，是甘心乐意。就知也少收少，也多收多。所以逐个人就照家己所决定的来献，毋通毋甘，嘛毋通勉强。因为上帝疼欢喜奉献的人，上帝会将逐项恩典丰丰富富赐福予恁。毋拿家己逐项教业，阁会当做逐项好事。照圣经所记载，伊慷慨真济善车人，伊的仁义煞到永远。供给种子予野种的，阁赏赐食物予人食。迄位上帝会将恁所需要的种子供给恁，阁予种子哪侪，嘛予恁仁义的果子丰收。伊会予恁事事富足，通随时慷慨施舍，予真侪人通过阮接到恁的礼物来感谢上帝。因为恁所做这个侍奉的工作，毋若解决信徒的需要，嘛予因对上帝的感谢加添到满出来。通过恁所做这个侍奉，证实恁有顺坦所宣认的基督的福音，以及恁对因甲其他所有人慷慨的捐献，通归荣光予上帝。上帝赐恁无限的恩典，予因会更较敬爱恁，阁为着恁祈祷，感谢上帝，有予咱袂当形容的恩赐。